以負擔，唔有狂風，海有湧浪。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而家氣溫35度，相對濕度54%。恒生指數收報25,058點，跌咗284點，成交3,022億元。國企指數8,937點，跌咗112點。阿里巴巴129個8，跌咗4個3。盈富基金25個6毫2，跌咗2毫8仙。恒生中國企業91個6，跌咗1個1毫2。恒生指數期貨9月份24,979點，成交99,000幾張。財經消息報道完。雖然呢個社會上有聲音講緊要推動乜鬼嘢銀色經濟啊，仲話個市場好大咁話，實質我就覺得麻麻地同意啫事關退咗休嘅人一旦冇咗穩定嘅收入來源即使經濟算係充裕，心理上始終會傾向慳得就慳㗎啦。